太阁殿下又如何？人生如梦幻泡影，何不在此疾风怒涛，扫平朝鲜大名？我郑二必将建立如幸长宫一般的霸业。什么？秦朝？扶苏他还活着？做皇帝，还不如去寻找永生。得不到的，在我心里是最好的。师傅，有人觊觎我大秦万世基业，该你出手了。风尘秀吉休想得到大明的江山！万事终有个结果，这才是生命。